受持久了。哦，我学学回应师。哦，我是在奉献之前。我真的、哦。到时候会请娟姐介绍，你就大概听一下。介绍新人的时候， OK， 请娟姐介绍那个是否有一个亲人。OK， 我英文也不行。还有昨天凌晨秀荣的，可能在肢体消息这边，秀荣姐的先生就安息。秀荣姐。就文和的堂姐。文和哥的堂姐。文和哥的堂姐，陈秀荣的先生。林焕国。秀荣先生。先生林焕国。半夜是吗？对，大概就11点、12点那时候，11点多吧。我们接到电话，一间牧师去的时候11点多。所以他们已经到二滨了。对，现在已经到二滨了。所以他告别礼拜应该还早吧？还没确定。喂，测试1、2、3，喂，测试1、2、3，喂，测试1、2、3，1、2、3，1、2、3。1、2、3，精灵，那个那个钢琴的那一支麦是不是只有在圣歌队的时候献诗的时候关掉，其他的时候是开着的，是这样的吗？钢琴的麦，它一直都是开着，是不是？哦 ，OK， 好。我这次在帮我调大声一点啊，那我有点感冒，还是戴着口罩讲啊。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还是戴着口罩啊。最近。对吧？莫名其妙又中了。
喂喂喂，有听到吗？
兄弟姐妹平安。今日是2023年的最后一日，也是咱最后一个主日。哇！咱今日通坐伫圣殿内面，而且三个敬拜，实在是介大的福气。咱为着过去一年上帝所带领的脚步甲祝福，咱献上感谢。咱也恳求未来新的2024的新的一年，有上帝同在甲固守。咱来串联圣诗33首。耶和华来唱新歌，耶和华来唱新歌。咱来吟第10甲第4节，来请。耶和华来唱新歌，伊脚骑满满，上帝双手施行拯救，好咱在堂承受。第10节，搁一遍来。耶和华来唱新歌，伊脚骑苗满满，上帝双手施行拯救，好咱在堂承受。第4节，世界万民拢着出声，称赞上帝生命，在要临到审判的棒，公平审判万人。咱过来看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咱犹原吟第10甲第4节来请。听见救主出声得救，什么人要去做工？残拢到时丢也熟悉，什么人要去受当？救主真苦就得救你，伊保守实在极大，一水欢喜随时因果，我伫这找我第4节，无伫永远徛伫退死，我无力通做啥工。世间情人日日沉沦，主爱你赞伊救人。伊听叹救主命令，一来做福气是大。主得叫你紧紧着因，我伫这找我。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舞，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圣诗第33首，向耶和华来唱新歌。圣诗第33首，向耶和华来唱新歌。会众请起立。咱犹原徛伫选读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献开斗阵齐声讲：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文第22篇，启文第22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刻你来意。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见啊，伫我也着何乐伊的圣。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美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者。伊无照咱的罪恶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也我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知咱的体质。少年咱是土粉。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兴旺亲像山里的花。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伊的原位无个人地。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
伊的公义也规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尊叹的人，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行有。恁遮会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正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遮会做伊的车婿，行伊所欢喜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单位，拢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恁着学乐耶和华。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搁一摆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因为人若无清气家己，就袂当徛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啊，你养饲我，亲像母亲饲养互家己的婴仔共款。阮对这感受着主你的慈爱甲安慰，帮助咱赢过人生一切的试炼。你阁互咱每一个人诚做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会当使用你所赐的才能来服侍，互教会兴旺发光。主啊，今仔日拄好是今年的上后一天，回想2023年，阮敢有搁较亲近认捌你一点仔呢？今年所发生的每一项事，敢有诚做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互世间人透过咱来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旧的一年要过去，新的一年来临，阮敢有重新伫你的面前立志，诚做搁较好的基督徒，诚做你使用的器皿呢？愿阮彼此鼓励，同心为着上帝国的目标来跑走。愿阮心怀怜悯，按教会甲社会上的弱势来伸出阮的援手。愿阮若谦卑家己，献出家己的才能、时间甲金钱，互上帝来使用。只有会众同心来服侍，互相来代祷，彼此来关心，才会当显出耶稣基督的芳味，让这个世间显明，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因要因的诗歌是錫安的女子啊，着欢喜。
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66章10节到14节，有写伫周报上后一面。我来读：恁遮会疼痛耶路撒冷的人啊，着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恁遮会为着伊悲伤的人，着甲伊做伙欢喜庆祝。你通伫伊的行程属灵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对伊创造的灵得到扬起来欢喜。上主讲：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亲像河流直直流；我要互万国的财富，亲像溪水，甲你淹满。我会甲你布伫胸前，甲你树灵；其他口斧顶，甲你绳，甲你弄。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恁。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恁会看见心中欢喜，亲像草得到润泽茂盛。恁会拿雍壮，人拢会知，我上主的快乐甲服侍我的人同在。我的受气会对我的敌人发出。正道，今仔日的题目是属灵的母亲释安，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比赛啊已经降临，互阮的心有愿望，有欢喜。恳求主，你将即款的信心甲愿望继续添调伫阮每一人的心，互阮伫即个花花好黑暗惊吓的世界，永远会当坚定徛在，无摇拽。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顶次是牧师有讲到，如果你知影你家己是当臃肿的时阵，就会过身，并且伫人生的煞尾站会受到规个社会团体的拒绝，甲十字架的凌辱，有一罪愿意出世，有一罪愿意出世，是安怎？耶稣也愿意照安尼来降生。
当然可能有人会讲，因为伊原本就是上帝啊，伊也知影，当伊死了后就会安怎？伊死了后会安怎？会国活嘛，吼！伊知啊，伊知影伊会国活，所以伊当然嘛愿意。咱也会安尼想，就将即个苦难想甲伤过简单。牧师举一个例，顶主日咱拢知影，圣诞节庆祝圣诞，对早起下晡到暗时，规教会拢无闲试试。顶主日圣歌队的指挥若玲的3个囝，无闲试试了后，转去大家拢想要休困，会当休息，甚至计划一个出去佚佗一个。总是呢，无拄好，上细汉的，因上细汉的迄个囡仔恩浩，4岁、5岁了吼。5岁的囡仔恩浩上细汉，第3个囡仔，对半暝开始就一直吐，吐规暝的。结果知影是伊是诺罗病毒感染，等伊吐到差不多啊，过1、2天，换伊的第2个阿姊，换第2个再吐，又一直吐，吐完之后呢，可能还没有完，换了伊大汉查某囝和若琳赶快得到 A 流，一个囡仔一个轮一个安尼破病吼，咱做过爸母的拢知影，这是囡仔成长的一个基本款啦，吼，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现代的医学来讲，即种的症头也是有办法，并毋是啥物大真了不起无法度治疗的即个病，确实毋免伤过超凡。总是，就算讲咱知影即摆医学真透动，也知影讲也有信心有仰望讲最后一定会好，吐2、3天以后就会好啊。毋过，有啥物人愿意去破病的？有啥物人愿意白白忍受即种病痛的折磨？有倒一个爸母，就知影讲啊，即摆食一个药仔就好啊，就会调讲互囡仔是受干症、受即种的艰苦，敢有即种的爸母？无嘛。总是，就算讲知影就算讲是安尼，为着疼世间人，天父上帝伊愿意，主耶稣伊本身伊也愿意，所以伊才会道成的肉体到伫咱的世间。伫因愿意的背后，是耶稣深知上帝应允无一句落空，伊讲有就有，伊要成就一定会成。耶稣毋若知，伊有确信，伊会对死国活，所以伊愿意照安尼去做。咱的，有时阵咱是安怎无法度完全来顺服？是安怎咱就明明知影上帝已经有应允，总是知影是知影，迄是一回事；若是真正要去做，阁是另外一回事。知道归知道，祈祷还祈祷，嘛是照烦恼。也是照不准，这一切拢在证明咱对上帝应允其实并毋是遐尔肯定。咱对上帝应允其实毋是遐尔肯定。伫以赛亚的册，先伫以赛亚的册66章，毋若是以赛亚的最后的一篇，也是启示所有上帝子民最后到底会安怎的结局。会记哩，咱正在读以赛亚的册，伫24章到27章，牧师捌讲过，伫遐有启示未来最后的情形，看咱到底是伫咧上帝的城，还是陷落伫欲望的城？毋知大家阁有印象无？咱到底会伫上帝的城享受甲主同在的欢喜甲平安，还是会陷落伫欲望的城，受到永远的刑罚？今仔日个经文，咱看到一幅图。今仔日个经文有一幅图，这幅图就是在描写，咱若伫上帝的城，会看到什么款的画面？咱做伙来看。咱做伙来看周报后壁面嘛有经文第10节到11节。
咱做伙来看，也做伙来读第10节到11节。咱做伙来读，请恁遮的疼惜耶路撒冷的人，着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恁遮的为着伊悲伤的人，着甲伊做伙欢喜庆祝。恁通伫伊的行程，使恁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对伊充足的灵，得到氧气来欢喜。好，咱先读到这。伫以赛亚的册66章有讲到锡安甲耶路撒冷，这是咱今仔日也是最近读经的进度。大家对耶路撒冷真熟，伊是旧约时代以色列的首都。伫王国分裂了后，是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伫犹太人的历史是因政治甲宗教的中心。圣经内面也常常用耶路撒冷来象征规个上敬拜上帝的团体。总是锡安的，锡安可能大家毋是对伊有听过，总是对伊可能毋是遐尔了解。锡安是耶路撒冷城内面一个真重要、固守规个城安全的位所。我们讲说是堡垒。是要塞。当初大卫真做全以色列的君王战争，就是伫锡安这个所在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大卫三甲之地，大卫太赢原本固守伫锡安的这个民族，得到锡安这个位所，将伊改名做大卫的城。对安尼，锡安和耶路撒冷同款。伫圣经内面，有时拢是象征规个上帝的子民，但对生育的角度来看，也象征是咱教会，是所有的教会。锡安也象征教会，就是所有信徒的一个团体。教会亲像徛在袂动摇的锡安，是咱的保障，是咱通抵得对敌的坚固的城。也是咱属灵的母亲。这位属灵的母亲锡安教会，固守咱这场伫耶稣基督内面所得到的新的性命，伫咱每一个人伫个属灵性命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提供咱所需要的营养甲保护，互咱通对伊充足的灵得到氧气来欢喜，得到满足，也得到安慰。主耶稣讲，既然有2、3个人奉伊的名自责，耶稣就伫因的中间。伫遐就是教会，无论咱是伫咧厝里、伫咧学校、职场、公园、网络，或者是任何所在，只要2、3个人结连做伙，注心伫上帝，咱就会当对这个教会得到安慰、鼓励。通得到上帝话语的氧气，阁有啉了也袂喙焦的活水。毋过，咱看第10节却安尼讲，第10节有讲，恁为着伊悲哀的，恁为着伊悲伤的，当着甲伊欢喜快乐。是安怎？咱会因为教会，因为锡安来感觉悲哀咧？伫教会、伫信徒的中间，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才会互咱会为着教会来感觉悲哀？顶次是圣诞赞美礼拜已经过去，庆祝圣诞，大小间的教会拢咧庆祝圣诞，拢咧邀请福音的朋友，到伫教会，或者是出去传福音、报佳音。我想大部分起初到伫教会的人，加减拢是为着会当得到一寡好处。有的人以为会当摕到食物、礼物，做看表演、交朋友、享受欢喜快乐，才来教会。这个拢真正常，无有啥物问题，因为这拢是咱将福音传出去的一寡方式。问题是，当有的人开始试着稳定的滋味，受洗礼成做基督徒了后，犹原还是有一寡人会为着这个好处，才会来教会。
伊完全袂想要行家己的十字架，伊无想要积极学习要安怎才会当真做一位正港的耶稣的门徒。另外，阁有一寡人，因真愿意学习、委身服侍，总是定定掠家己最中心，只有顾家己，无顾别人。但是和因的意见无同的时阵，因会足坚持的，完全袂让步，也袂有协调的空间。伊只有要想要做家己想要做的，然后阁埋怨别人，哪拢无配合。因只有看到别人的目睭内面有刺，只有看到别人的眼中有刺，总是伊无看到家己的目睭内面有插箍。他们只有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眼里有梁木。耶稣捌对门徒讲，互麦仔甲皮仔做伙生长，皮仔就是杂草。耶稣曾说，让麦子跟杂草、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耶稣的意思是，在教会的内面就是有麦仔，也有皮仔。不过到一个程度，有一寡基督徒会挡袂牢，特别是对遐个真认真的基督徒，因真学伫忍受伫教会内面竟然会有皮仔的存在。他们没有办法容许教会里面有杂草出现，因会赶紧找牧师、找长老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总是耶稣也有讲，唔通，千万唔通。耶稣安怎讲？耶稣讲，恐惊吼，恁伫咧抠迄个皮仔的时阵，唔拄好，连迄个麦仔可能也会拢抠起来。对吧？耶稣说：“当我不要哦，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在拔杂草的时候，可能连那个原本好的麦子也一起都被连根拔起。那是安尼，还阁来咧。皮仔犹原是皮仔，杂草仍然是杂草。不过，遐个麦仔咧，遐个麦仔就有可能会受到污染变质，真做骄傲。”无想要落伫土里死去的麦仔，也有可能真做迄种袂冷袂烧、会闪着闪的麦仔，才会无法度结识侪麦仔，最后会和遐个皮仔做伙互烧掉。兄弟姊妹，对伫教会内面这个现象，咱减会感觉伤哀伤，咱减会感觉真郁卒的。伫教会内面，这个现象真正常，也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阁有另外一个问题弹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弹，牧师爸爸讲过，好像那个打地鼠，你打了这个，另外就会跑出来，永远打不完。有时咱看到教会一寡现象，会感觉足无力的。不过，咱就来看上帝应允是甚物。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所展现、所启示的这个画面，咱来继续来看12节到14节。12节到14节的经文，上主讲：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亲像河流直直流；我要互万国的财富，亲像溪水，甲恁淹满。我会甲你铺伫行情，互你使恁伫脚头屋顶，甲你摕。甲你人，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恁。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恁会看见心就欢喜，亲像草得到润泽茂盛，恁会那勇壮。人拢会知我上主的快乐，甲服侍我的人三甲地地。若是有人用这段经文将这个拢画出来，画出一幅图。如果这段经文有人可以拿起来画成一幅图，牧师相信一定会跟路德10岁，我们知道路德记那路德10岁有一幅图，应该会跟那幅图一样，成为一个经典之作。在这幅图的内面，上帝就是迄个慈爱的老母，
正教会就亲像抱伫老母脚头有顶，在踢，在人诶，迄个在形成树林，在佚佗诶，迄个囡仔。我想大家这1、2年来看到有人甲立管长老，因咧抱因的孙，吼，因的孙女可亲，安尼在佚佗的时阵，吼，迄个画面偌水咧，很温馨、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当然啦，一位负责任的老母，伫囡仔成长的过程，对囡仔的需要，绝对毋是囡仔讲要什么就爱互伊什么。在亲子教养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讲到延迟满足的这个教养方式，爱延迟互囡仔的满足，毋通囡仔要什么你就随互伊。这并不是讲要将因的欲望来缀掉翕互死，主要的目的，毋那是要互即个囡仔学习忍耐听候，也是要互囡仔会当学习如何面对、克服感情的阻挡，通得到未来搁较大的利益甲奖赏。是安，咱属灵的母亲，咱的教会也是安尼。咱伫信心的内面，这个信用团体，咱的教会也是安尼。伫咱个人伫咧灵性成长的过程，主耶稣这位教会的大牧者，的教义的计划，替咱陪伴属伫咱每一个人的挑战，伊会延迟满足咱的需要，会三不五时啊，稳准撒旦伫咱的四周围安那。伊啊，迄个皮啊，会将皮啊的经济压伫咱的四周围。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他有的时候会允许撒旦在我们的四周围撒种，撒什么种呢？撒下杂草的种子，让杂草长起来。目的是要来试，要来考验咱遮的麦啊，是毋是会当袂受到影响？会继续来成长。伫顶主日下晡圣诞舞会，青少年团体戏剧也是同款的道理。在上礼拜青少年团契的戏剧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演的是一个有关于举重好手的一个故事。牧师又把他们的道具今天有拿过来。举重啊，还记得这个道具吗？哈，非常印象深刻。这个非常的有创意哈。举重好。这个举重好手呢，伊原本是一位对上帝真敬虔、委身服侍的青年。不过，等伊的专业能力，他的重量一直不断的往上提升。伊原本当伊愈爬愈悬的时阵，伊即丛麦啊，当伊愈爬愈悬的时阵，其实咧，撒旦就伫伊的四周围压迄个皮啊的经济啊。然后伊愈来愈有成就的过程，伊即丛麦啊教练，伊的教练就一直在用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甲伊刺激。甲伊正，甲伊卖血，甲伊高正，甲伊卖血。最后，伊果然伊就失败，离开教会。然后，伊的人生甲未来伫一瞬间就拔入深渊。当然，我们会说危机就是转机。等伊跋倒，陷入深渊，总是等伊搁一摆转来到伫教会，到伫伊属灵的母亲的怀抱。这出戏的最后，停在他有的一次，就是复出之后那一次比赛，那个要举重的那个正要举起来，准备要举起来的那个画面。伊敢会当搁一摆，他可以再一次到达举重的巅峰吗？他可以突破他过去自己所创造的那个记录吗？
戏剧停到这里就结束，咱唔知影最后到底会安怎？因为伊的未来无阁掌握伫家己的手，伊的未来是掌握伫上帝。其实，一位真实敬拜上帝的人，伊所伫意的，伊所追求的，毋是结果会安怎？伊所伫意的，毋是迄个结果，伊所看重的是伊和上帝的关系，是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甲使命。因为搁较厉害的选手也有伊的限制。咱看咱的羽球好手戴资颖，还有咱的苏慧赵明，伊上热爱的棒球好手，咱就是个全世界都很熟的大谷翔平。因搁较厉害，嘛有退场的时阵。当然，也有侪无法度爬到遐尼悬的所在，就已经开始退场的人。总是上帝伫因的人生有伊的计划甲使命，所以无论因是倒一个到伫倒一个程度，拢袂要紧。上要紧的是，伊是毋是继续有伫上帝的内面。兄弟姊妹，无论咱的人生的经历是安怎，只要咱伫基督内面有真心真力，努力打拼，只要咱的心怀意念一直拢伫上帝的城徛在，就一定会得到迄永远袂朽烂的阳光。就算讲伫即个过程有碰到失败，也会当得到安慰，得到满足甲欢喜。伫属灵的母亲，咱的教会，上帝对咱的成长有伊特别的计划。就像拼图，有玩过拼图的人都知道，特别是那个拼1000片以上的那一种，非常大幅、很多片的那个拼图。一开始我们大部分的人魔术得用啦，因为魔术是按呢，我牧师是这样拼的啦。我们先会找什么哪一个部分来拼？先把边框拼起来嘛，因为那个很好找，那个位置很快就可以找得到，框起来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呢，然后再来会找什么？颜色、色彩，或者是迄个图较明显的。好，主题有没有？这是它的主题啦。好，先把主题给它拼出来。虽然游玩爱开会一寡时间，总是伫找过程，咱游玩有迄个愿望甲信心，感觉我们觉得我们会找得到，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很坚定的在找的。但是问题就来了，最后剩下什么？最后剩的遐个图吼，看起来拢差不多啦，就是迄个背景啦，看起来都样子也都大同小异，然后颜色、色彩啊什么那个色度、色差差不多。那是在整个拼图过程当中最困难、最花时间。常常找半晡，找到看到目睭脱汤吼，也可能才找到几块啊安尼尔。伫迄个过程会互人感觉足失志的，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因为没有办法一直坐在那边拼嘛，还有正事要做，所以可能要分好几天。我们我说会记得咱再拼一副1000片以上的拼图，我们家5个人嘛。好，就是有闲的人吼，想要稍微讲放松，用这种方式放松也是有点自虐啦吼。就是会走到那个拼图那边，大家就安尼看来找的。好，那找有着安尼斗一地啊嘛欢喜吼，安尼就离开。吼啊，可能就大家轮流去拼安尼。毋过吼，就是讲，就算讲，伫即个过程会互咱感觉足累积，安怎找，拢找袂到迄个位置。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都怎样？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好像有点不晓得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咱拢怎样？就算讲，那个小图片，我们暂时找不到它的位置，它也一定会有它的位置。伊一定有属伫伊的位，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绝对不会有人
找无位，迄找无就甲伊单调伫粪扫桶，啊，我爱找啊啦，无你的位啦，无可能嘛。咱拢知影一定有伊的位。兄弟姊妹，伫上帝手中，咱是属伫倒一种的拼图，我们是属于那种边框，很快就找到自己位置的，还是我们在找到自己位置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有一个笃定，内心有一种愿望，一种欢喜，一种信心，就知影讲，嘿啦，我阁继续安尼行落去哦，这条路就是上帝替我安排的，应该无毋对。啊是讲，暂时咱也互撒旦来迷惑，找无位，甚至是占别人的位，拼错位置，等着被归位的拼图，但到底是属伫倒一种？伫这幅图完成进前，咱需要属灵的母亲，也是教会，甲咱扶持固守，互咱会当伫属灵的母亲的行程树林，伫伊的脚头屋顶佚佗，咱着耐心听候。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所启示的这个画面，最后一定会完成。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你听世间人讲安尼，愿意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临伫即世间，互阮伫黑暗中通看见大光，看到愿望。愿阮拢会当坚定伫主的应允，主神愿望以赛亚的册即幅图会完成。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的圣诗。圣诗第308首，听记救主出声得叫。圣诗第308首，听记救主出声得叫。会众请起立。听记救主出声得叫，啥物人要去？啥物人要去受担？救主真苦就得叫你，伊保守实在健康。一水花现水是光，我伫这找我，世事微微去到今日，来无用好因。恁的慈悲是为有人袂捌听救主的名，世事幸运袂到这前，也会对看负一哩。为着救主欢喜做工，伊会感恩赐福记。虽然缘故传道你不打保罗，你会无用主的听他，互人免求世真道。世事微微叫起歹人，互因在后日心肝。你为因怎拢总世行，看因来何主。我的永远徛伫地心，我无人通做啥工。世间情人日日定论，主爱你早已救人。欢喜听谈救主命令，今仔做福气时代，主要叫你紧紧叫你。我伫这找我，阿门。会众请坐。
这时，阮要来进行团契会长干部授职就任。真感谢主，这阵咱的团契会长干部应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应愿意尽力来做工。首先，牧师来请这的会长、团契会长干部来到伫台前，圣歌队队长吴武郎长老、吴龙长老，敬拜团团长蔡佩玉姐妹。因为蔡佩玉姐妹她因为跨年，每一次跨年她都回家陪家人跨年过节，所以她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事后牧师会再补。上年团契会长张美玲执事，金色团契会长蓝幼书执事，妇女团契会长叶秋霞姐妹，社青团契会长钟立安弟兄。青少年团契会长张佑嘉弟兄，还有儿童主日学校长柯磊关长老，青少年团契辅导翁定信、林子瑜，他们可能在6楼要等一下。好，那我们先向后转，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咱照正边遐，恁的正边吼，恁迄边，恁安尼看来正边，第一位就是咱的圣歌队队长吴武郎长老，第4位是上年团契会长张美玲执事，第3位是青色团契会长蓝佑书执事，第4位是咱妇女团契会长叶秋霞姐妹。第5位是我们社青团契会长钟立安弟兄，第6位就是咱主席学的校长柯磊关长老。我们还没有到的，好来了，好好，这位是先跑进来的呢，就是我们青少年团契会长张佑嘉，好。青少其实不一样，是用跑的进场。好，在后面这2位是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因为他们跟我们现在一样，同时间在进行聚会。好，我们再请大家向后转。这是要来使用。好，这是牧师来问2个问题，恁就深深来回答牧师的所问的。恁要领受团契会长甲辅导的职，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就我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好，这是牧师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会的团契会长甲辅导，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予上帝。咱做伙来为因来祈祷。阿爸，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拣选这阵徛伫你的面前忠心的同工，互因有够也的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做伙来起造建立教会。愿主赐互因聪明甲智慧的心，假的甲能力的心，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心，来完成主你所托付互因的一切。愿圣神保守带领因伫各项事顶面会当通过考验，成做无见效的工人，得到主你的接纳，荣光主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现在我们请再向后转，请向后转。牧师呢，一样照惯例呢，牧师待会要赠送给他们1人1块这个香皂。而这个手工皂是特别的，手工皂是某一间教会他们为了建堂募款所制作要义卖的这个手工皂，所以牧师就用这个手工皂来象征一同建造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好，那待会牧师会赠送1人1块手工皂，那也请小会员一起出列来接纳。
咱请干事来翕相。多谢遮个同工愿意接受会长的为着上帝圣工来报答。即摆要来进行奉献，请长官的同工。会长请起立。会长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愿咱主神仰望主所应允，借着教会咱属灵的母亲的培养，拢会当结实30倍、60倍、100倍。嘛为着咱的肢体。有雕样的有丹金子、丹王兰、红甘基、丹德明、老秋敏、庄宝玉、丹丽水、胡义梅、杜蕉、丹秀良、赖胜雄、丹义利、林依乐、洪英德、孙兆正、刘淑珍、李彩颖、黄树敏。福建的有刘惠忠、李碧莲、林美金、李念芝。苏开华嘛为着癌症咧治疗的黄景如、李亚娜、陈怡君、郭仁杰林文成兄夫妇嘛为着总统大选期间，达政党甲候选人以及所有台湾的公民拢会当学习公益，为着2024年新任甲卸任的各团契会长干部，有主的智慧、魔力甲能力。以及敬畏上帝的心，咱做伙来祈祷。做求主你来看顾多事，将辛苦白天的姊妹，勿忘往前的会友，领的人来出，这个听教大家做的出发努力，时间换金钱，来学生哩，可以得到希望。
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就伫你的面前，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时，我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静声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的大声哦，今仔日我有真侪远道而来的贵宾吼，哦，我一个一个来介绍。第一个我来欢迎真理大学的董事长林伯彦长老夫妇，请起立，阮拍拍欢迎。多谢恁来到建前教会，等者当到楼骹来交谊。第二个我来介绍，娟娟姐的亲人，因对美国转来，我请娟娟姐来介绍好啊。9号，麻烦开一下9号麦克风。囡仔孙仔转来吼，是阮的6点牧师的第大的查某囝、第2查某囝，甲第3个后生吼。So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We start from Pat's family. 这是大姊的查某囝 Pat Dale Kidwin。查某囝囝婿甲孙。Okay, sit down, please. 第2个我介紹二姐關關的查某囝甲孫，第2個查某囝會就so Alice、Matt、Daniel、Catherine、Sarah， 這是第2個查某囝的。Okay, sit down, please. 個二姐的上細漢查某囝，吼阿諾。阿諾的先生是 Brian、Madeline。Okay, sit down, please. 個有一個是三兄禮號的細漢囝 ，so that is Joseph， 甲伊新婦 Rebecca。所以大家轉來要看大姑、仁和、萬姑、黃帝和。Welcome to Taiwan 。好，第3個我來介紹，今仔日是拄啊好是李碧玲姊妹，碧玲這90歲的生日。哦。我請碧玲姐。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今仔日是碧玲姐90歲的生日。伊的大囝、伊的二囝的夫婦，佮伊的查某囝，今仔日拢有來到教會，甲阮做伙禮拜。請到頂頭前，我來去一個上做一個紀念，好無？大兒子也是從美國回來，美國回來，美國回來哈。咱先做伙為碧玲姐來祈禱，好無？來互伊祝福。咱同心来祈禱，天父上帝，我感謝你，互碧玲姐遮爾長歲壽，遮90歲的這個年歲，看到伊的家族、伊的親人朋友，主會當通過伊來得到滿的恩典。懇求主你繼續是阮祝福佇這個家族，
互因乐有大欢喜的愿望甲信心，亲像草得到润泽茂盛。这个家族会愈来愈勇壮，因的灵性会得到主你的培养，也愈来愈坚定徛在。主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小会员一起上来做个合影。来，丽娟长老，翠美长老。大家平安吼！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搁倒转来到建成教会。因为阮差不多兄弟姊妹，阮拢是从细汉就开始伫建成教会大汉吼。一直到我出国去美国了，阮才无搁倒转来建成吼。所以今仔日真欢喜会当倒转来到伫建成教会。特别也真欢喜，阮会当拢组织伫遮庆祝阮妈妈90岁生日。今仔日拄好是伊90岁生日吼，所以阮真欢喜有机会倒转来甲伊相甲庆祝，感谢上帝恩典甲祝福，也特别感谢咱教会的这兄弟吼，恁对我妈妈的关心甲疼痛，因为阮伫美国，阮有迄个，因为阮厝有装迄个电视吼。所以顶届有一摆，咱的教会阮也无去咱遮阿和长老，敢若有去阮兜，甲阮妈妈探访吼。所以阮真感谢大家，会当对阮妈妈的疼痛甲关心吼。我会当先即时甲大家介绍吼，阮兜我上大汉吼，这是我的太太妍妍吼，伊嘛按美国转来吼。这是我的弟弟俊中吼，俊中伊嘛是伊拢来台湾甲美国来去吼。这是伊的太太丽娟吼。这个是我落来大汉妹妹丽娜。这是我上细汉的妹妹倩婷吼。搁一摆感谢大家对我妈妈的疼痛甲关心。多谢大家吼，迄个照顾，吼，甲我关心，嘿，我望恁大家也有法度，亲像我安尼食到90岁。甚至超过100岁，因为阮爸爸104岁，安尼4块金牌才过身，所以我望恁大家原来遐尼无幸吼。好，多谢哈。好，恭喜美莲姐，愿上帝祝福恁大家。好，我继续来报告。我来看周报内底教会消息第一条。本主日举行2024年团契会长甲干部就任，感谢替任的会长这1年来甲主同工，协助牧师甲长职建造教会。也愿主继续带领新任甲卸任的会长干部齐心建造幸福福音。第2点。各团契会计且将2023年的决算甲小报对1月14号进前交干事。第3点，2024年爱餐的年限一个单位是3000块，年限的款请交干事，而且伫2024年的日效。第4点。2024年第1季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伫招待的所在，
请大家家己摕。第5点，2023年11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家己来看。团契消息第1点，1月19号礼拜5上午10点，双年团契的聚会，主理是易吉牧师。有具体消息有3个，我一个一个读。第1点，咱恭喜吴宇轩姐妹甲李友山先生伫12月25号完成结婚的登记。愿主祝福保守因伫上帝所赐的婚姻内底相知相惜，甲主同行。第2点，2024年1月6号礼拜六下晡2点，伫建成教会要来举行陈婉柔姐妹甲林燕婷先生的结婚感恩礼拜。愿主祝福这对的新人伫基督内底，同得美好的产业甲报赏。第3点，昨暗11点的时阵，文和哥的堂姐秀荣的先生林焕国先生安息主怀，伊的遗体一定放伫第2殡仪馆，请大家来关心代祷。我来补充报告。还有一位月清姐的堂妹，因的一家对巴西回来，阮请因起立。今仔日人真正足侪，欢迎欢迎。请今仔日来的贵宾等者都应该到下骹会当来请安教义，会当来甲阮斗阵食饭。好，报告。奉献的民生，若是错误，还是漏解，请按干事还是会计来纠正。最后上言，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去到无限的恩典，天父上帝大有权能的应允，圣神的相通甲应许，互恁众人伫属灵的母亲，咱的教会坚定徛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
必倒避讳，避讳了，请到1楼请安教仪用爱餐。